日分享呢一個廚房嘅超強轉角。講真啊，呢個絕對係我最得意嘅天才設計，把原本浪費嘅轉角空間直接改成咗能裝下半個廚房嘅收納，有囤貨區、台面區、電器收納區，仲有最實用嘅雪櫃式收納，特別適合細單位，尤其係廚房雜物多到冇地方擺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就截圖揾好家私訂做啦。今日就奉上詳細嘅設計細節，整個儲物空間最聰明嘅就係把原本嘅深櫃變成咗利用率極高，亦都最實用嘅 U 型佈局，咁樣就得到咗更大嘅展開面積，所有嘢都一目了然又方便攞取。2. 用櫃門代替咗傳統嘅趟門，成個空間變成咗隱藏式嘅設計，關上門睇上去就係普通櫃，打開係另有乾坤，能讓廚房嘅空間更加顯大。3. 尺寸深度至少60厘米，長度至少80厘米，再搭配收納層板，同樣能裝又實用。4. 噪音大嘅小家電可以直接櫃內操作，關上門直接1秒靜音，櫃門後做雪櫃式收納，用剩餘嘅邊角料 DIY 框架，底部再裝上萬向輪，用角碼固定喺門口，再搭配 L 型亞克力板，就能夠直接翻倍收納空間。底部係有輪子直接落地承重嘅，完全唔使擔心門板變形，錄質板打定層板窿就可以靈活調節高度，完美適應各種尺寸嘅物品。其實呢一個轉角儲藏室嘅結構亦都可以複製到屋企度嘅各個區域，主打嘅就係利用每一寸空間，實用又美觀。之後呢，我仲會分享更多收納神櫃嘅細節設計，記得多多關注好家私，我哋下期再見。